阿爸都已經走咗10幾年，有時都會諗起阿爸做嘢個樣。以前阿爸嘅年代，返工就係做嘢，唔得閒影相同埋拍片，我就嘗試用科技模擬阿爸做嘢嘅片段。記得阿爸外形係戴帽穿圍裙，而家我就戴頭盔穿圍裙，感覺就好似同阿爸一齊做嘢咁。好多人都知我識整木，但對於我嚟講，木只不過係一種材料，能夠展示我設計嘅一種媒介。除此之外，我仲好鍾意研究可動結構同埋機械原理，融入去我嘅設計裏邊。阿爸係開木廠嘅，我哋兄弟姊妹就喺木廠裏邊長大。我自細就已經學木工，放親假都俾阿爸捉去木廠裏邊幫手做嘢。以前我係唔鍾意聖誕節同埋放暑假，有時會諗點解我會同其他細路仔唔同嘅？點解我會喺呢個家庭裏邊長大嘅？以前阿爸有個習慣，會將剩低嘅碎料儲起，間中有人會揾，咁就唔使下下開大料。而家我都係跟阿爸嘅做法一樣，留返啲碎料，拼拼埋埋就係一件大料。以前細個屋企用嘅膠水係木膠粉，揩到手嘅話係洗唔甩嘅。返到學校成日俾同學仔笑，成日話我污糟邋遢，冇人同我玩。後來大個咗之後，見到有一種專用嘅白膠漿，我對眼就好似發光咁，好似發現新大陸。香港仔壽山村道一個私人屋苑入面就有一棵10米高嘅大樹傾斜，壓落圍牆。消防員接報到場，剪走部分樹枝。有線電視記者林嘉晴報道。
2018年山竹塌樹意外，大難不死。我開始去諗，如果我死咗，我仲有咩嘢可以留低呢？突然間諗起阿爸嘅身影，諗起牧塵飛揚嘅日子。工藝唔單止係工作，而係一種信念，一種值得傳承嘅語言。咁辛苦為咩啫？放棄啦，又揾唔到食，執咗佢罷啦！咁辛苦做嚟做咩啊？又要返工，又要返學，你仲搞 workshop？雖然呢個 workshop 係自己嘅，但係呢個係我同阿爸唯一嘅連結。無論點艱難都好，我都要堅持落去。Hello，Woody。喂，hello。你好，你好。喂，我有啲嘢想揾你啊。Woody 係我同事，亦都係我良師益友。佢本身有好多創作，同時亦都係一位智者。我好多時從佢嘅言談之中得到啟發。佢咁啱又鍾意木頭，所以我哋特別啱傾。其實都係睇下你想點啦。我就覺得都係時候為自己打算下。你做咁多嘢，都希望將你所識嘅嘢再去發展，係咪？我覺得係唔係可以揾多少少嘅機會啊？例如，其實國外啊，外國嗰度好多唔同嘅比賽㗎，你都可以去揾一揾資料，睇下有冇機會，例如參加展覽啊，又或者係籌備下一啲乜嘢嘅活動，我哋可以咧將你自己嘅所識嘅嘢係再發展一下。雖然第一次比賽就贏咗3個獎，但我冇驕傲，反而繼續堅守每一日嘅工作。